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湾民众党来公布着不分区的名单。台北市政府劳动局长赖香伶排第一，代表国家军的这个高虹安是排第三。因为民众党家己的评估，安全名单至少有4色，希望会当冲到5色、6色，所以新光集团的公主吴欣盈是排伫第7。若拄传出着新恋情的学者黄静莹排伫第13。 目的是要争取更较侪少年人的选票。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拢出炉，民众党嘛正式献出底牌。不管是海选、自选，都是经过我们委员会来评定。是因为他个人的关系，他不愿意被公开，所以说我们呢只有29位。 原本要提名34个人，最后是列出29个。北市府劳动局长赖香伶排第一，第二名是海选的中山大学社科院长张基乐，代表鸿海集团的高虹安排伫第三。再来是台商区成员以及市府顾问蔡碧如都来评估，拢是属于安全的范围。那是高人气的学者黄静莹是排伫第13名。 就是预计下周1开始请假，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。主要先冲刺这2个月，那之后的安排就再做讨论。规份名单甲原先预估的差不多，但公布时间一再拖延。根据了解，甲排伫第7位的新光集团的公主吴欣盈有关系。吴欣盈其实他很早就来，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。 我先讲哦，他不是我们去找他，是来找我们。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，那干脆去不分区，我们再给你换到那个讨论名单里面去讨论。即马大势确定，就等正式完成登记，全力抢攻政党票。